公寓做呢個孔慈嘅角色啦，呢個角色都幾八婆下，因為佢都係一個紅顏禍水嘅角色啦，一腳踏兩船啊，同時間又中意風師兄啊、雲師兄啊，完全係優柔寡斷，冇作出任何選擇啦。係冇得揀咯，其實即係俾人許配，俾人安排好晒。哦，咁都係嘅，但係佢最後其實都選擇咗阿步驚雲，即係始終都係中意一啲 fuck boy 嘅。始終都係中意啲 fuck boy 咯。點解佢報警話係 fuck boy 嘅？因為佢喺套戲 fuck 咗佢咯。哇，Viva 就係咁啦。其實我就覺得冇辦法，即係劇情需要咯，即係寫到佢係一個無知天真嘅角色啦。因為佢都喺即係天下會度由細長大咁樣，可能根本上就接觸唔到其他外界世界啊。由細到大都係同佢風師雲星一齊大咁樣，咁就覺得就算點都唔會分開啦，都係呢班人咁樣。即係佢唔識得愛情或者